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字。学过台语的观众朋友一定拢捌听过台语拜金的口诀：滚滚滚滚，滚滚滚滚。其中要来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读做滚，过稳滚第五条。古早穿日咧下身的滚，咱讲是穿滚；嘛有人讲下滚下滚。有一款海菜叫做滚大菜，有一款大角豆叫做滚大豆。另外，车头亲这款滚大关系亲戚，咱讲滚大亲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微丝裙啊，嘛有人讲是微丝裙，这是讲一款围伫身躯头前的布，或者是树领做的，做事的时才袂甲衫创垃圾。第二个词读做百经裙，是讲一款裙，伊的裙基只骨落抓，骨落圆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演员真专业，演什么角色就生啥。演大紫西穿微丝裙真美丽，演老师穿百经裙搁较秀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裙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